外，发生伫彰化市后马街有一间特色的传统的早餐店，卖泡面做早顿的。早起7点外咧做生意的时，可能是因为头家娘换假数的时无细致，所以引起气爆。头家娘卖付险，开箱区30%2度的烧烫伤。伊后生甲伊阿金当时伫外口咧传了，一个听到了，赶紧冲入去看，这个着急要救老母这个后生，脚甲手拢有着伤。 透早7点外，这间早餐店发生爆炸，当下伫咧门口洗物件的富人人，向予后壁一波真大的气流，震甲规个人向头前，后壁嘛喷出大量的烟叶、布纸甲塑胶落啊！富人人赶紧越头走入去看发生什么代志。然后突然就听到砰爆炸，然后我就稍微有点吓到，跌倒，因为我妈在里面，我就赶快冲进去，爬过那些东西。伊是早餐店头家娘29岁后生，事发的当下，甲阿金伫咧外口准备。61岁老母人伫咧灶骹，爆炸发生，老母未付险，身体互烧烫伤，互扶出外口，呛冷水来降温。 是请人来更换，是自己换的。我妈在里面自己更换。头家娘互紧急送医，身躯顶有30%2度烧烫伤，无性命危险。后生是伫咧救老母的时阵，骹手互玻璃挂着伤。事发的地点就是彰化市后马街这间早餐店。警方调查，头家娘敢若是咧换假树桶的时阵，假树漏泄发生爆炸，灶骹的桶仔坑拢落落来，厝内底价景嘛拢总别开。30-40年吧，因为我们早餐卖泡面，然后还有卖一些就是一般早餐店会卖的。这间早餐店伫咧当地开30-40档，伫咧网络顶嘛真出名。因的特色就是早顿卖泡面、加蛋、加蛤蟆，阁有小大份的蛋饼，城袂少民众为外地专工来食泡面早顿。今仔日早起，因为换假数无细致发生爆炸，甲在当时店头内底无人客，头家娘甲伊的后生送病院了后，拢无性命危险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